善豐花園業主由琴日開始一直聚集喺大廈門口外邊。夜晚大約7點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譚俊榮曾經到過現場慰問小業主。我哋記者黃嘉琪而家就係現場。嘉琪啊，現場嘅情況係點樣呢？係啊，咁我而家就喺善豐嘅現場啦。咁其實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譚俊榮啦，就喺嚟到現場之後，同業主溝通咗之後啦，全部小業主咧都已經係離開。咁警方亦都喺9點3嘅時候啦，將一條早前封閉咗嘅道路已經係解封咗，亦都恢復咗行車㗎。咁講翻現場啦，咁亦都係只有2名警員啦喺善豐花園大廈嘅門外㗎。咁之前被掛喺善豐花園大廈門外嘅一啲橫額啦，仍然可以見到㗎。咁講翻，咁其實譚俊榮啦就喺7點半嘅時候嚟到現場，代表行政長官啦去慰問小業主，亦都希望小業主能夠相信政府，唔好喺調查報告未公佈之前啦，做出一啲傷害自己或者影響公眾安全秩序嘅事啦。咁有業主就話希望政府能夠公佈咗調查報告之後啦，就可以能夠清晰揾出事件嘅負責人。如果唔係啦，唔排除會有進一步嘅行動㗎。咁我呢個報道係咁多，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啊。好，唔該晒。行政長官崔世安委託辦公室主任譚俊榮夜晚到善豐花園現場外邊探望聚集嘅小業主並進行溝通。譚俊榮承諾調查善豐事件嘅報告下個月初公佈，調查公佈後1個星期內會完成善豐事件嘅行政調查。同小業主代表取得共識之後，小業主結束今次嘅紮營行動。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譚俊榮代表特首夜晚到善豐花園現場慰問小業主，並同小業主對話，並且同佢哋逐一握手。期間人要求進入善豐花園，譚俊榮希望小業主唔好做出影響公眾安全秩序嘅事，又話行政長官承諾會依法辦事，如果發現有部門失職，一定會問責，呼籲佢哋離開。喺度就過夜，喺街嗰度瞓。對你自己身體健康亦都唔係咁好，同埋都係影響咗一齊公眾嘅安全同埋秩序，因為你哋而家正在係阻塞交通，呢條係一個馬路嚟嘅，都係個主幹嘅馬路。如果各位生活喺呢個文明嘅社會同埋一個法治嘅地方咧，如果大家做出呢個行為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即係自己係唔啱嘅。譚俊榮再次承諾調查善豐事件嘅報告下個月初公佈，調查公佈後1個星期內會完成善豐事件嘅行政調查。之後譚俊榮進入善豐花園逗留咗數分鐘。有小業主代表話，希望調查報告公佈之後，政府有誠意揾出責任方，只係暫時停止，而唔係結束。我哋如果2個星期後報告出咗嚟，1個禮拜後，即係再加多1個禮拜，行政調查個結果出咗嚟之後，如果政府仲係洗手不幹嘅話，我哋個行動將會升級。我哋會繼續瞓街，我哋會繼續諗多啲行動出嚟。可以更加激烈。呢個就係我哋而家目前嘅共識。部分小業主其後收拾帳幕離開，亦都有部分小業主唔滿意其他人放棄集會，情緒激動，雙方發生拗撬。我都要考慮一下整個大局㗎。大局咩大局先嚟㗎？而家大局邊我哋走啊？大局。對呢個懷疑係善豐業主嘅市民同業主發生爭執。點解咁樣學我？你搞乜嘢啊你？點解咁樣學我？你而家做點啊？而家你搞乜嘢啊？而家我哋。而小業主代表向記者聲稱，今晚警方有清場行動，擔心在場嘅婦孺同埋長者喺清場期間會受傷，呼籲大家結束集會。事件擾攘到夜晚9點15分左右，善豐花園小業主結束喺大廈門前道路紮營，現場一段提督馬路亦都解封，恢復通車。